长期关注台湾近现代建筑史及文化资产保存维护工作傅朝清老师的雄心著作《建筑与场域文化遗产保存维护的20堂基本课》，29日伫小转角举办新册发表，吸引真侪文史工作者甲艺文爱好者到场聆听。台南市文化局主秘林超斌嘛到场祝贺，并讲到傅朝清教授这本新册，就参照是文化资产保存维护的武林秘籍同款。像傅老师这样子一个有系统的一个整理，把这些相关在面对一个文化资产的一个保存、维护、管理、使用的过程中，所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把它一个所谓系统一个专责的把它整理出来，才会汇聚成一本书来提供给大家来做使用。然后像傅老师这一次的发表这本书，其实相当的对我们，不管是我们的一个对文化资产有兴趣的，有在文化资产的领域里头，在从事这个文化资产的一个保存维护工作这个上头，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就犹如我们念书的时候一种所谓学长留给我们的一种那本叫做特别厉害那一本叫做秘籍宝典、葵花宝典等等这样。该册汇集了布老师40档对着文化遗产保存的实践甲思考，内容以20堂课形式，向民众介绍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国外文化遗产各种面向课题。遗产是我们来自过去留给后人。是今天共同生活，同时是传之后代。文化遗产是传给后代，那传给后代，当然要想后代要什么，而不是你要什么。所以这20年来，我参加非常多的这个文化资产的国际会议，没有人在谈共同记忆，因为大概在10几年前，在香港有一次会议，已经大家宣告。用共同记忆来谈文知识很危险，为什么？因为每个世代的记忆不一样，你的记忆跟我的记忆不一样，你怎么可以把你的记忆要变成大家的记忆？其实不一样，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要创造一个共同的记忆，而不是你要用你的记忆变成大家的。要创造一个共同的记忆，就是我要保存一个东西。再利用，让大家喜欢它，然后大家就会对它有记忆。你不是用一个大家不愿意来的状况，然后它也是我们生活跟灵感不可或缺的部分。建筑与场域文化遗产保护维护的20堂基本课，伫北中南各举办一场新册发表，透过作者亲身分享，比较世界甲台湾伫同一个课题上的现况，互有志伫咧文化资产保存的民众。对于文化资产保存维护观念，会当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台南新闻中视为采访报道。